大家成日聽人講，攞住幾百萬返大灣區買返間千幾尺嘅大屋，生活質素即刻提升幾倍，50歲就可以過退休生活，聽落真係好美好。但事實上，呢場美夢對好多香港人嚟講，已經變成咗一場走唔出嘅噩夢。我身邊有位朋友喺2018年嗰陣，聽咗啲地產經紀講到天花龍鳳，話咩深中通道一開，中山啲樓價就會翻一番。結果佢用咗成副身家，過百萬港紙買咗間位於中山翠亨新區嘅新樓。而家2026年啦，深中通道係開咗啦，但係佢間屋呢？想租出去，附近全部係空屋，租金低到連管理費都唔夠俾，想賣出去咩？放盤2年都無人問津，仲要蝕住30%放都無人要。呢個唔係個別案例，係成千上萬北上買樓香港人嘅真實血淚。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下，點解大灣區買樓養老會變咗做隔山買牛嘅大陷阱。首先我哋要講下呢個養老夢係點樣被編織出嚟嘅。好多人喺5、6年前，即係大約2018年、2019年嗰陣，睇到香港樓價高到離晒譜，一間200幾尺嘅豆腐都要5、600萬，自然會覺得好辛苦。當時內地樓市仲係一片大好，周圍都係廣告，話首付10幾萬，置業大灣區。對於一個50幾歲，戶口有啲積蓄但又未夠喺香港買大屋嘅準退休人士嚟講，呢啲說話真係好吸引。加上當時兩地交通越嚟越方便，高鐵、大橋，令到大家覺得1小時生活圈係真嘅。但大家忽略咗一個最根本嘅問題，就係內地樓市嘅邏輯同香港係完全兩回事。喺香港，我哋習慣咗樓市係有流通性嘅，只要你肯平少少，一定有人接貨。但係喺大灣區好多2、3線城市，例如惠州、肇慶，甚至係中山同珠海嘅一啲偏遠新區，佢哋嘅供應量係天文數字。你以為你買緊嗰度係未來嘅中環，但其實發展商只係喺一片荒地上面起咗幾百棟樓。當你搬入去住嘅時候，你會發現成個屋苑到咗夜晚只有幾盞燈係着嘅。喺呢種情況下，你想租出去俾邊個？當地後生仔如果要去工廠返工，佢哋會住宿舍或者租返村屋，根本唔會用幾千蚊租你間豪宅。如果你話想租俾香港退休人士，咁香港人自己都買晒啦，仲使乜同你租？結果就出現咗租唔出嘅困局。再講賣唔去，呢個先係最攞命嘅地方。好多香港人買內地樓係睇中佢有升值潛力，諗住過幾年賣咗佢賺反筆。但大家要明白，內地二手市場係極度唔發達嘅。當發展商仲有大把新樓未賣完，仲要不斷搞促銷、送車位，甚至零首期嘅時候，邊個會去買你間二手樓？而且內地銀行對二手樓嘅按揭審核係好嚴格嘅，好多時買家根本借唔到錢，咁自然就無人接貨。我見過有人喺2020年買入價係100萬，到而家2026年，市場價可能跌到得返60萬。最慘嘅係，就算你掛60萬，都係無人睇樓。呢啲錢就咁樣被套死咗。對於一個依賴呢筆錢養老嘅60歲老人家嚟講，真係同攞咗佢條命無分別。點解會搞成咁？其實係因為好多人買樓嘅時候，根本冇考慮過醫療同埋配套嘅真實情況。廣告上面話醫院喺隔離，商場喺樓下，但當你真係住入去，你會發現間醫院可能仲係一個地盤，或者入面嘅醫療水平同香港差天共地。對於一個60、70歲嘅老人家嚟講，睇醫生係剛需。如果你半夜唔舒服，附近連一間似樣嘅急症室都冇，或者你要坐成個鐘車先去到3甲醫院，咁樣嘅養老生活仲有乜意義？而且好多人忽略咗管理費同埋維修嘅問題。內地好多屋苑嘅管理水平參差不齊，住咗5年、10年之後，電梯壞咗冇人整，外牆剝落，樓道污糟，成個屋苑嘅價值跌得仲快過你嘅股票。咁如果你仲係好想去大灣區買樓養老，或者你已經喺入面，應該點樣避坑呢？呢度有一份避坑指南，大家一定要聽清楚。第一，絕對唔好買新區，唔好聽地產經紀講過啲咩未來發展重點，5年後變 CBD。
對於養老嚟講，你需要嘅係成熟區，即係嗰度已經有起碼10年以上嘅居住歷史，商場係開緊嘅，市場係有人行嘅，最重要係醫院係已經運作緊好多年嘅。你係去養老，唔係去陪發展商一齊開荒。如果你而家去睇樓，附近仲係靜英英，成街都係地產代理鋪頭，而無一間像樣嘅餐廳，咁你就可以即刻轉身走。第二，睇清楚開發商嘅背景。喺2024年、2025年呢2年，我哋見到好多大型開發商都爆雷，好多樓盤變咗爛尾樓。就算未爛尾，好多都係勉強交樓，入面嘅質素差到你唔信。如果你真係要買，一定要揀國企或者係實力極強嘅龍頭企業，而且最好係買現樓，睇得到、摸得到，甚至入去試下開水喉，睇下隔音，咁先至穩陣。千祈唔好睇咗幾張靚靚嘅效果圖，或者去咗個裝修到好似皇宮咁嘅示範單位就衝動落定。第三，要考慮流動性。如果你買呢間屋係諗住呢世都唔賣，咁都還好。但如果你諗住萬一有一日你想回流香港醫病，或者想變現攞錢時，咁你就一定要買一線城市嘅核心地段。雖然廣州、深圳嘅樓價貴好多，但起碼佢哋嘅二手市場仲係喐緊嘅。如果你去咗惠州啲偏遠海邊買間海景房，我可以直接話俾你聽，嗰啲係負資產，因為除咗你之外，根本無人會接手。第四，醫療配套係重中之重，大家要查清楚最近嘅三甲醫院距離你個屋苑有幾遠，而且要親自去嗰間醫院行下，睇下掛號排隊要幾耐，睇下醫護人員嘅態度同埋設備。而家雖然有咗港澳藥械通，有啲香港藥喺內地都買到，但主要都係集中喺嗰幾間特定嘅港資醫院。如果你住得太遠，呢啲福利你係享用唔到嘅。第五，唔好諗住以租抵供，好多經紀會計數俾你聽，話租金回報有3、4厘，可以幫補下月供。我話你聽，呢個係大話。大灣區好多地方嘅租售比係低到驚人，好多時只有1、2厘，扣埋管理費同埋裝修損耗，你根本係蝕住嚟租。如果你係要靠收租嚟生活，我建議你不如將筆錢做定期存款，起碼利息係穩陣嘅。最後，我想同各位長輩講一句真心話，退休生活最重要係安心同埋自由。如果你為咗一間大屋，將自己成世嘅積蓄都投放入去一個你唔熟悉，而且法制同保障同香港完全唔同嘅地方，呢個風險真係好大。如果你真係中意大灣區嘅生活，不如先試下租。而家內地租金好平，你用幾千蚊就可以租到一間好靚嘅屋。你住返半年、1年，感受下嗰度嘅氣候、飲食、醫療同埋人情世故。如果你住落覺得真係好，而你手上又有充裕嘅現金，到時再考慮買都未遲。好多過來人嘅血淚教訓話俾我哋聽，買樓容易賣樓難。有位65歲嘅陳生，2019年喺肇慶買咗個大單位，諗住同太太安享晚年。結果住咗2年，發現買餸要行好遠，附近啲鄰居質素又參差，加上舊年佢心臟有啲問題，覺得內地醫生講嘢聽唔明，最後都係要回流香港。但係佢肇慶間屋呢，掛咗2年都賣唔出，租又租唔到，每個月仲要交緊幾百蚊管理費，變咗一個累贅。呢種想走唔到嘅感覺，先至係最折磨人嘅。大家一定要保持清醒，唔好被嗰啲精美嘅廣告同埋地產經紀嘅甜言蜜語洗腦。大灣區有佢嘅發展潛力，但唔係每個角落都係金礦。對於我哋呢啲星斗市民嚟講，每一步都係血汗錢，唔好等變咗噩夢嘅時候先嚟後悔。如果你身邊有朋友都諗住返大灣區買樓養老，記得分享呢段說話俾佢哋聽，叫佢哋諗清諗楚。退休生活應該係享受，而唔係每日擔驚受怕，驚自己間屋跌價，驚自己病咗冇人理。其實呢，講到尾，買樓養老呢個概念係建立喺資產會增值或者資產會保值嘅假設上面。但係喺而家呢個2026年嘅大環境下，
全球經濟同埋內地房地產市場都經歷緊一個好大嘅調整期。以前嗰種買磚頭就實發達嘅年代已經過去咗。如果你仲係用返20年前喺香港買樓嗰種心態去睇大灣區，咁你真係好容易會掉入陷阱。我仲想補充一點，就係關於產權同法律保護嘅問題。喺香港買樓有律師樓搞掂晒，產權清清楚楚。但喺內地，雖然法律越嚟越完善，但係入面仲係有好多細節係香港人未必理解到嘅。例如土地使用權嘅剩餘年期、物業管理公司嘅權力，仲有係如果你真係要打官司，個程序係點樣行？好多香港人遇到糾紛嘅時候，先發現自己根本無從入手，最後只能夠自認倒霉。所以避坑指南嘅最後一條，亦都係最重要嘅一條，就係留返條後路。無論你幾鍾意大灣區，都唔好將所有錢都放晒入去，起碼要留返一筆足以喺香港租屋住或者入老人院嘅錢。咁樣萬一你喺內地住唔慣，或者遇到咩突發情況，你都仲可以隨時返嚟香港，而唔係被困喺一間賣唔去嘅豪宅入面。今日同大家講咗咁多，係真心希望大家可以過一個舒舒服服、平平安安嘅退休生活。買樓係大事，尤其係退休房，更加係唔錯得。希望大家可以理性分析，唔好俾一時嘅衝動沖昏頭腦。講返嗰個朋友，佢最近終於決定唔再理間中山嘅屋，佢將佢鎖咗喺度，當係每年返去度下假。雖然心入面仲係好痛，但起碼佢唔再逼自己一定要賣返個好價錢，心態先至叫平穩返少少。但佢成日同我講，如果2018年嗰陣有人好似我咁樣同佢分析，佢一定唔會咁樣做。大灣區生活係有一番風味，食嘢平，地方大，生活節奏慢，呢啲都係優點。但係生活同投資一定要分開。你想去嗰度住可以，但你想去嗰度買樓養老仲諗住會賺錢，咁你就真係要三思而後行。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個聰明嘅消費者，揾到真正屬於自己嘅安樂窩。我哋再深入啲講下，點解咁多人會喺租唔出呢個位跌得咁深？好多人買嗰陣，經紀會話呢度附近起緊大學城，或者有好多高新技術企業進駐，到時啲大學生或者高層專業人士就會嚟租你間屋。呢個聽落去好合理，但係大家要明白，內地嘅發展速度係快，但係人口結構同房屋供應嘅比例失衡得好緊密。好多所謂嘅人才，佢哋係有政府補貼嘅人才公寓住嘅，或者佢哋寧願喺公司附近租啲細細地方便嘅公寓，都未必會去租你嗰間成千尺嘅3房大單位。而且大家要考慮到裝修嘅成本，內地交樓好多時係無坯房，即係乜都冇，連水泥牆都係凸凹不平嘅。如果你要租出去，你起碼要花10幾萬港紙去做返個基本裝修。如果你間屋租唔到好價錢，或者空置期好長，你嗰10幾萬裝修費可能要10年、8年先至回得到本。到時裝修都夠晒，你又要再翻新，計埋，你真係分分鐘係貼錢俾人住。仲有啊，如果你係買嚟養老，你一定要親自去試下嗰度嘅物業管理。喺香港，我哋覺得管理公司收咗錢就要做嘢係理所當然。但喺內地，有啲管理公司係非常之佛系嘅，路燈壞咗3個月都冇人整，保安喺保安亭瞓覺，甚至係外來車隨便泊喺你個車位度。呢啲瑣碎事日積月累落嚟，係會好影響你嘅生活質量。如果你係一個追求生活細節、要求高嘅香港人，你可能會住到好氣憤。再講講血淚警告入面嘅賣唔去，大家知唔知道？內地賣樓係要俾好多稅費嘅，雖然近年有啲政策放寬咗，但如果你持有物業嘅時間唔夠長，或者你係非首套房，入面嘅增值稅、契稅，仲有個人所得稅，加加埋埋都係一筆大數。如果你間屋本身已經跌咗價，再扣埋呢啲稅費同埋俾地產經紀嘅佣金，你拎反手嘅錢真係縮咗一大截。而且最可怕嘅係惡性循環。當一個小區有好多業主都急住想放盤走人嘅時候，大家就會互相壓價，
你掛80萬，佢就掛75萬，另一個急用錢嘅可能掛60萬。呢種踩踏式嘅拋售，會令到成個屋苑嘅價值喺短時間內崩潰。喺呢種環境下，銀行對呢個屋苑嘅估值都會下調，買家想借錢就更難，結果就真係變咗死症。所以我成日同人講，2024年到2026年呢段時間係大灣區樓市嘅洗牌期。如果你而家手上仲有現金，你係大爺，你可以慢慢揀，慢慢睇，根本唔使急。如果你遇到嗰啲不停催你落定，話聽日就加價嘅經紀，你大可以直接封鎖佢。因為而家係買方市場，貨比三家先係王道。我仲想分享一個避坑嘅小貼士，就係去睇樓嘅時候，唔好只係由經紀帶你行，你自己要喺個屋苑周圍行下，最好係喺夜晚8、9點嘅時候去睇下開燈率。如果成棟樓得嗰2、3間房有燈，咁你就知道呢度嘅真實入住率係幾多。再者，你可以去附近嘅地產代理門口睇下佢哋貼出嚟嘅二手房源多唔多，價錢係咪比新樓平好多。如果二手房價錢遠低於新樓，咁就證明呢個區嘅新樓日價太高，買入即蝕。大家要記住，養老係為咗享受，唔係為咗守住一間屋。如果你為咗間屋而要慳食慳屎，甚至連睇醫生嘅錢都唔敢使，咁就真係本末倒置。希望今日呢啲分享可以幫到大家喺大灣區買樓呢條路上少行啲冤枉路，守住自己嘅血汗錢。最後，我想講嘅係，大灣區嘅生活確實有佢嘅吸引力。我識得一啲朋友，佢哋係用租房嘅形式喺嗰度住得好開心。佢哋喺順德租間屋，食下好嘢，住咗半年之後覺得膩咗，就搬去珠海住下海邊。呢種生活方式唔單止自由度高，而且完全唔使擔心樓價升跌、物業管理或者產權問題。如果你嘅目標係養老，呢種輕資產嘅生活模式，其實更適合而家呢個時代。唔好再被嗰啲1小時生活圈、灣區升值神話牽着鼻子走。你要問下自己，你真正需要嘅係乜嘢？係一間空洞嘅大屋，定係一個安心、便利、有保障嘅晚年？答案其實好明顯。希望各位喺做任何重大決定之前，都能夠冷靜落嚟，睇清楚個現實，唔好等噩夢開始咗先嚟揾出口。講咗咁耐，其實都係想大家明白，任何投資都有風險，而大灣區樓市而家正處於一個非常複雜嘅階段。我哋作為香港人，雖然有文化同地理上嘅優勢，但係喺資訊同埋制度上面依然係處於弱勢。所以保持警覺，多聽多睇多問，唔好輕信一家之言，呢個先係保護自己最好嘅方法。祝大家都能夠擁有一個真正幸福、無憂無慮嘅退休生活。